大家好，我係茂哥。恒生銀行私有化之後，現為匯豐嘅全資附屬公司。當然，恒生嘅高層繼續出現變動啦。消息透露，恒生銀行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嘅業務主管李華倫，即係零售部嘅阿頭，近日發出內部公告，任恒生私人銀行及信託服務主管宋若韻 Rachel 將於4月11號退休。而恒生私人銀行市場主管 Nelson Hall 已決定離職，職位將於短期裏面公開招聘，日後嘅繼任人將去密中和匯報。公告未有提及填補宋若韻嘅空缺。據了解， Rachel 加入恒生之前喺匯豐任職超過12年，喺匯豐集團屬 Band 2嘅級別，同密中和同級。其他嘅業務策略變動嘅廢話就費事講啦。若果單新聞係咁平平無奇，午後就唔會講啦。但午後收到風，原來匯豐私有化之後，第一個要炒嘅就係偉太啦，指名道姓，第一個要落鑊。有花生就唔可以冇午後哥啦。叫退休就大家客氣啦。匯豐今年自己都大做財富管理，又梁朝偉，又新聞女王二。照道理，除非佢想搞你，唔係俾你玩1年半載，睇你交唔交到數。點知匯豐都係唔等，一私有化就雞走你啊！唔係退休，而佢契仔 Nelson 都要被逼交信咯，兔死狗烹。講講呢單嘢嘅背景先。自從2021年底，恒生私人銀行及信託部門主管做咗12年嘅陸廷龍退任以嚟，該部門嘅主管4年裏面換咗3次人，直至2024年4月，匯豐私人銀行高層 Marketing Head Rachel 偉太就帶領團隊轉投恒生，進行大規模嘅改革。前匯豐私人銀行嘅 Team Head Nelson 都喺2025年1月上任恒生，開始咗更多嘅改革措施。偉太到埗之後，先嚟個大換血，請咗一班朋友嚟做管理層，搞到人心惶惶。最經典嘅就係前恒生 CEO 嘅駙馬爺，本身都喺恒生嘅私行做過靚高層，但因為偉太要請自己嘅心腹 Nelson 過嚟，就同駙馬爺講呢個部門冇再需要你嘅職位，之後就炒 Q 咗佢。但係一轉頭就將個職位改個名，但職能完全冇變，請翻自己嘅心腹。事後仲同全世界講自己退休之後 Nelson 將會接班。而家 Nelson 接條毛啊，仲要過年前食無情雞。而2025年1月 Nelson 過嚟之後，就將前線嘅銷售目標大加70%。佢請嚟嘅舊部個個都識擦鞋，但係就唔係好識嘢喎，一味高大空，仲將全部同事2條 I， 即係 insurance 同埋 investment 嘅 target 加到極大，咁逼到啲 sales 就要勁進取啦。大家明我講咩啦？後嚟部門又因為要追數，加上 Rachel 自己想交張靚嘅成績表去傾續約，所以搞咗一大堆動作嚟谷靚盤數，即數偉太7宗罪。第一，佢日日講 Know your customer need， 但轉頭就叫啲 RM 狂推10年 callable 嘅 linear zero coupon notes， 原因係可以食5% 嘅佣，最緊要幫佢追到數。咦，咁似奪命金嘅？符唔符合客戶需要㗎？符合啩。第二，要啲 RM 將部分客戶嘅定期轉晒做呢啲 callable 嘅 linear zero coupon notes 或者係基金。客戶唔肯轉就係 RM 嘅問題，麻煩自己翻去反思，反思完就自己識做啦。第三，啲 KPI set 咗好幾個嘅指標，除咗50%係需要生意，其他嘅 KPI 例如基金嘅 AUM growth， 即係暗示 RM 要 sell 多啲基金。咦，又係咪客戶需要呢？係啩？偉太咁醒。其實投資產品嘅收費某程度上RM 可以決定收多定收平，例如債券啊、ELN 等。但偉太嚟咗之後， RM 如果收少啲都唔俾做，而 ELN 最少要做1年，因為可以賺多啲。如果個客唔熟行情，隨時貴過正常收費幾倍嘅。咦，銀行同街市買海鮮一樣喎。話午後你講嘅嘢係咪真嘅？聽埋落去你咪知咯。Rachel 同 Nelson 成日公器私用去自肥，拎部門嘅錢去打 golf 㗎。
咦，咁有冇作用嘅？學007話齋，一張廁所嘅紙巾都有用途。呢個阿太非常中意打 golf， 唔同佢打波嘅冇辦法，埋佢堆，佢同契仔成日辦公時間去辦見客，行山銀行都俾佢變成打 golf 銀行啦。而 Rachel 同 Nelson 嚟到大展拳腳，就要恒生班 RM 賣進取嘅產品，唔建議個客做定期，而恒生多年來唔敢做嘅 accumulator 就要大力推廣 investment， 唔達標一概冇得留低。其實呢啲都係啲靚死，講真，匯豐話你叻都嚟唔切啦，點會雞走你？怪就怪偉太得罪匯豐嘅高層呢。Rachel 同 Nelson 過去恒生除咗帶咗匯豐嘅班底之外，佢仲不斷游說匯豐嘅客過檔恒生。話說佢哋以前都係做公司客出身，20幾年前啲大企業借錢都係佢哋批，所以啲客都要同佢食下飯，俾面佢哋。去到老肯，佢哋就發現點解一樣嘅客喺兩間銀行做嘅嘢唔一樣呢？啲客喺匯豐買好多基金又債券，點解恒生買咁少呢兩條 I 嘅？其實恒生班 RM 都有好處嘅，有 Rachel 同 Nelson 就知道班客原來喺匯豐咁搭水，買咩產品，亦多咗個渠道知道啲客嘅背景同資產。佢哋不斷請之前嘅匯豐客過嚟恒生食飯開戶口，匯豐嘅 PBRM 嬲到眼火都爆，眼見自己嘅客仔俾兩個高層咁樣叫走，但 A 都冇得 A 啊！相反，恒生班 PB 嘅 RM 開戶口都開到手軟啦。而家一嚟啲客都食得七七八八啦，冇必要留你哋喺度。另外得罪匯豐嘅高層，咁樣叫匯豐嘅客。其中一個匯豐老闆上咗位啦，都揾位煮死你啦！其實大家唔好誤會，我話緊偉太同 Nelson 嘅不是，呢啲喺其他私人銀行老闆心目中絕對係跑到數嘅表現。Rachel 同 Nelson 就係刀手刀啲客咯。大家又睇下偉太 Nelson 會唔會過檔 UBS 或者大摩嗰啲呢？咦，等一等，間銀行嘅 file 花咗。不過就唔關 Rachel 同 Nelson 事呢。2025年嘅1月，證監會譴責恒生銀行，並處以罰款6640萬，原因係老肯於2014年嘅2月至到2023年嘅5月呢9年間多段時間裏面，銷售集體投資計劃及衍生產品犯有嚴重嘅監管缺失，並向客戶多收款項，冇向佢哋充分披露金錢嘅收益。而證監會法規執行部嘅董事魏允福表示，恒生喺有關情況之下犯有嚴重嘅系統性失當行為，特別係申明自行作出投資決定嘅客戶，其實係因為被恒生嘅客戶經理多次招攬，進行咗頻繁同過多嘅集體投資計劃交易，令佢哋最終承擔咗重大嘅交易成本，並遭受傷害。恒生亦喺多個不同銀行業務中長時間向大量客戶多收款項。公道啲嚟講，呢單嘢係發生喺 Rachel 同埋 Nelson 嘅上任之前，而佢哋上任之後有冇發生呢？自己諗。其實而家間銀行同保險公司其實冇乜分別嘅啦。你肯賣保險就係 VIP， 有乜要乜，飲飲食食全無問題。因為保險食水深，有部分嘅同事為咗跑數，只可以逼住賣保險。有冇誘導客戶去揀保險或者轉保，就交俾大家判斷啦。最後近來好似興講佛偈，若然未報，時辰未到，歡迎大家提供資料。若果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仲有，若果想大力支持我哋，可以 Super Fans， 多謝咁多位，尤其係會員嘅支持。